落雨目前是无阴啦，因为是阮昨昏，阮的迄个余亮图，昨个昏然后11点外，甲下早11点40，落115啦，115mm。系啊，那到目前准拄啊落大概135啦。啊，虽然落安尼，但是吼，阮阵水沟是无满。啊，因为水沟拄好整治。整治来到阮公司了，遮已经到迄个新埔桥，而且12点的粉农也有做好啊。所以讲，阮阵的水吼，咧透真紧。曾文溪的排水，无论是它的工程、用地、桥梁改建等等，这个部分我们过去投入了58点多亿。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12电疏洪到底，它的整个的疏导洪水的功能，必须在最后来完成。上游剩下是2.多公里，就是我们最后要完成的工作。我们在8年800亿以及前瞻基础建设之后，已经完成了很多大部分的工作，但最后这一部分如果没有完成，非常可惜。我们希望从源头系统性的来治水，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治水、新供水跟降漏水整个大的一个工程计划。但是我们有3个目标，第一个，这个计划完成之后，要最小淹水面积、最快退水时间、最高安全标准，我们用3项指标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整个安南区过去常常变成这个淹水热点的地方，我们检视的结果都没有造成积淹水，因此呢，非常谢谢这些分洪设施的功能，也唯有这样子发挥功能。感谢前瞻计划，感谢我们赖总统还有蔡前总统他们的一个支持，让占有全台湾易淹水区域1/3的台南市，这一次没有发生这个积淹水。那这个可见前瞻计划是有功效的，可见中央跟地方协力是有效果的，能够对于居民的生命财产尽最大的保护作用。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6月25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陪你拍，市长陪你翕，市长奖颁奖典礼第5场伫新营高小举行，市长王伟摕亲自出席，陪同来自新营、下营、大内、山上24区124间高小的570位得奖毕业生翕相。现场有人表演椅子马、火锅饭等等，拢充分展现出个人特色。自2022年疫情趋缓，市长奖恢复实体办法以来，台南市政府首创市长陪你翕活动，鼓励学生透过创意合影留下珍贵的毕业纪念，不仅展现台南市对着教育重视和创新，也为囡仔学习生涯添上别具意义的一笔。王伟摕也勉励学生，未来人生旅途当中，将面对偌侪挑战和竞争，你这历练，更是成长不可欠缺的一部分。2022年那个时候，疫情开始解封，市长奖颁奖又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开始来这个用这个陪你拍的方式但是所以说同学，您这个将来会面临很多挑战，也会面临很多竞争。这个挑战竞争都是人生上所必要的，但是因为各位同学是最优秀的，所以不仅家人对你有信心，师长对你有信心，市长对你也很有信心。因此呢，各位同学一定能面对挑战，克服难关。市长陪你翕第5场活动，伫咧新营国小场场，学生发挥创意，有人表演一字马，有人摕着麦克风，还有人摕着3叉戟、反曲弓、小提琴等道具，甲市长合影，留下青春的记忆。跟市长做什么动作？请市长拿着小提琴，然后跟我合照。对。我要把这个对他起。跟市长做什么动作？很帅的动作，很帅。教育局表示，
市长奖涵盖游学、语言、科技、艺术、体育、家庭，甲日职等7大类。自2002年度起，创新推出市长培力系活动，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创意，甲市长合影，留下独一的青春回忆。具有创意学影，阁有机会登上市长的社群平台，鼓励毕业生勇敢展现自信甲活力。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持续推动宫庙博物馆计划，协助庙宇保存活用工艺资产。114年度有12间宫庙通过初审，亲像是位伫台南新农街内底的金华府，以及美街中祠堂等等，拢伫咧名单当中。台南金华府有将近200栋的历史，不管是开基新上，也是庙内的工艺品，拢相当的多，需要一件一件清点。所以，伫今年参加文化局推动的宫庙博物馆计划，希望深化庙宇的工艺保存甲推广。为什么会匠师会画这个图？啊，这个麒麟为什么头向内回首麒麟？哎，我们没注意到的事情。啊，有些那个上那么土松鹤延年呐，什么这个鹿求长寿这个东西哈，我们都没注意到。该计划让这些宫庙明白自身工艺作品的重要性。伫美街中祠堂内有出自陈经英师之手的纸糊马术牙工空王马，以及手提剑灵的出巡王爷等等。整理出来了后，也可以当更清楚的传达给后一代，让我们的后一辈或是后一代能很快速的知道我们庙的严格，或是说神尊的一些历史。但因为这个计划出来，让我们可以有申请，就是说或许可以扩及到整个市区，或是所有台湾人都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个文物。文化局文资处都会全力的来协助我们各个宫庙，让我们每个宫庙不只是一个信仰中心，更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博物馆。我们会视每一个宫庙不同的议题、不同的需求。那比如说导入专业老师的一个辅导的机制，比如说可能导入语音的导览。目前全台南市有7间庙宇通过认证，去年有13间通过初选，今年有12间。每一档透过精进培训课程，进一步提升庙宇工艺精华，增添更较侪软体设施，散发文化艺术光彩。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是全台湾第2大往来产地，市府这几档除了持续拼外销，嘛爱掌握国内市场，所以目前嘛伫全台湾的 7-Eleven 限量开卖25000盒，希望有超商的通路来帮助农民，嘛互消费者一拍开盒仔，就当食到台南优质的往来。台南已经开始宣扬季节，不过现在金山往来也在尾声。台南市为了帮助农民行销优质的金山往来，透过超商的行销通路，正限量涨价，吸引消费者选买，而且佫是方便民众拍开着食的包装，有大有细选择。市长委贴甲侪民代贵宾拢来到宣传。而且讲到往来，台南已经是全台湾第2大产地，所以除了青果市场以外，新华农会嘛开发出上新的往来金桔仔酱，会中由市长亲身来制作往来小胖糕，真大路南上果酱甲新鲜的往来全力出销。这个切好的凤梨呢，直接的放到我们的吐司上面市长就是大气啊现代的上班族最方便、最新鲜、最好吃、最营养最可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台南的金钻凤梨跟 7-Eleven 合作是强强联手，然后带给最强的消费者、最优质的消费者。那此外，除了凤梨节切之外，我们还有新化农会的凤梨金桔果酱。这个部分不管是你要放在热水里面当做凤梨果茶，或者是放在吐司变成最棒的凤梨吐司，都是非常适合而且最好的、最天然的这个早餐。
台南府会除了人手促销往来，同时嘛将对超商所卖台湾雕一并来宣传，推荐食火锅上赞。因为台湾雕伫台南的用食技术、面积甲产值拢是全国第一。现在不是火锅季节，但是台湾四季都吃火锅，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试试看台湾雕的威力，又低卡，然后又有蛋白质，又不是红肉，就是白肉，所以这是最棒的。这个海鲜，台南不管往来，或者是台湾雕，拢深受市场肯定，嘛丰富了美食之都的吸引力。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侪个爱心团体，连续11天举办寒暑假热食活动，免费营养午餐计划。今年对7月初1到8月29，总共44天，将提供18间学校，总共396位学童受惠。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日康黄金主神爱心协会，长期举办寒暑假绿色学童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已经连续11天。今年暑假将对7月1号到8月29，总共44天。将提供南区、甲日安平区总共18间高中、甲日国中小学校绿色、甲日平安户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有营养午餐可以吃，那如果放假的时候就没有营养午餐哦。所以12年前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由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就是发起来。就是发起这个活动，关怀我们弱势学童在寒暑假这个部分哦，我们一起来做爱心便当。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能够这样子12年来始终如一哦，我们上破了关怀的心来照顾这些弱势的学童。今年的暑假40系列，我们每天要供应这个便当。我们不能就是我们也不能对有所闪失，而且我们要的是新鲜，所以我们在厂商的就是选择过程中，我们台南市妇女呢，包括我们康环金，他们都是做好很好的鞭策，要求我们就是如何去做，把这些好的厂商，然后把它提供这个营养午餐给我们小朋友。上午出席资助活动的包括市府教育局、甲日南区、安平区受辅助的学校校长，以及各资助单位爱心协会理事长等。市府教育局除了颁证资助单位的感谢章，另外嘛提醒各校一定要督促申请的学生准时来领餐，避免爱心被滥用甚至浪费。70块钱可以吃到这样的便当，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也是便当店他们付出了另外一个心血，让孩子吃得更好，所以务必请各位校长回去的时候跟家长们沟通一下，就是时间到了去拿东西，不要放太久，让大家的食安有所保障，不要让大家的好意在过程当中变成了被浪费的过程，那其实是非常不好的。议员林美燕表示，今年的暑假营养午餐资助计划，依照一个便当70块，一天396个，44天，总经费大约需要121万。今年除了台南妇女联合会、甲日康黄金主神爱心协会以及中华九子主神会资助，另外还有台南市小福主神协会加入，以及多位善心人士、甲日企业的小额捐赠。金额对500块到10万块不等。而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理事长刘金玲更加正嘛宣布，供餐结束以后，将加赠每位学生一个小背包，希望鼓励学生认真来求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随着健康检查普及，有愈来愈侪民众拢伫咧无镜头的状况之下，透过腹部超音波发现胰脏囊肿。新台病院医生表示，虽然大多数囊肿拢是良性，不过也阁是有肝病的可能，因此需要进一步追踪，预防恶化。
腹部超音波是一种安全便利的影像检查的工具，未少的民众希望借此来追踪胰脏囊肿。不过，成大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王耀生表示，因为胰脏位伫腹腔的后壁边，特别是遗体或者是遗骸，常常受到肠仔气的砍掉的，影像可能会受影响。因此，医师建议，是要进一步安排磁振造影，或者是类似镜超音波，来进一步鉴别囊肿的类型甲的风险。胰脏囊肿简单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水泡，但是大家或许听到水泡就比较容易掉以轻心，像是肝水泡、肾脏水泡或许它其实都是良性的，但是胰脏囊肿它其实很不一样，它有根据它胰脏囊肿不同的分类，有些未来有可能会有恶性的可能性，所以说我们会依据胰脏囊肿在病人的一些症状以及影像学的检查之下，来区分它是低风险、中风险还是高风险。高风险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及早介入外科的一些评估，看是否能够接受手术。中度风险的病人，我们会使用内视镜超音波来进一步去做裁剪，或者是进一步观察它的一个表现，来作为是否以后要开刀或者是密集性的追踪。那低风险呢，我们就是建议追踪。那至于追踪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超音波、核磁共振、内视镜超音波来检查。我们会根据这个囊肿的大小以及病人的状况，来选择适合他的检查。医师表示，虽然胰脏囊肿发现并无代表马上有生命威胁，但嘛袂用的大意。透过高解析度的影像，甲着专业的判别。不但会用厘清囊肿的风险，制定适当的个别化追踪，或者是治疗，避免恶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上新自动的展览，咸咸的烘焙沙，还佫特别研发限定特产。凉凉所在是诗人的故乡。用歌谣唱响原乡记忆，台湾曾经是制盐大国，盐分地带孕育无数的艺术家与文学家。南美馆策划咸咸的风飞沙展览，横跨不同世代与风格的艺术家，展出水墨、油画、版画、摄影与复合媒材等作品。南美馆是一个全堂馆，我感觉是从这个展览开始可能爱盖做全盐馆。全盐是流遍在我们全身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有助于去厘清台南这个地方从旧有的台南市区开始到拓展到外围之前的台南县这个区域这些美术家的发展，从甘普纳的所在开始，然后希望看到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甚至出外去学习。然后能够让他们的艺术成长。另外配合展览，一旁的咖啡厅特别研发盐分特餐，咖啡是盐味奶泡与蜂蜜的细腻口感，甜咸完美融合。花瓣造型的松饼里则藏着咸味与海味。杏仁小鱼干呈现出那种海味的感觉，那再加上我们的焦糖盐之花的鲜奶油，那里面是除了焦糖盐之花之外，还加了一个是豆腐乳的部分。平常的那种豆腐乳，可是就只有很微微发酵的口味，然后跟一点小鱼干，就是如果喜欢这种海鲜味的，可以来尝试，更加体会说盐分地带它那个地区特有的，可能是像食物中的味道那种。不太甜呐，然后可能又带一点咸咸的滋味这样。观展完来上一份，用视觉加味觉深刻感受盐分地带。艺术家们透过各自的语言表达个人的乡愁之外，同时回望土地与历史。记者苏怀台的报道。迈入第21档的台糖中仁酒店，其中长源中餐厅为着求新求变，这摆选择甲台中开业已经76档的晋源村餐厅合作交流，分别推出6道经典料理，要予台南甲台中的消费者，拢会当食到因原汁原味的名菜手鸡，邀请民众把着暑假期间做回来品尝。
来自台中已经蝉联5届米其林碧宇灯推介的餐厅沁园春，这回精选葱告鲫鱼、外婆红烧肉以及花椒芽白炖鸡汤等6道料理，将江浙菜的诠释以及上海菜的特色表露无遗，希望和台南乡亲分享他们70年的匠心手艺。至于迈入21年的台糖长荣酒店，这次选择和沁园春的美食交流所推出的柠檬雪花牛、丽蓉香酥鸭以及牛三宝等6道经典菜色，更是一道一道港式和台菜的精湛厨艺。江浙菜的口味会略带甜，刚好也符合我们台南的口味，所以呢，我们特别去邀请沁园春的主厨来我们台糖长荣酒店这边学习，我们互相交流，我们教他们5道菜，他们教我们5道菜。那我们希望借由厨艺的交流，也串起城市的交流，让台南的乡亲来我们台南长荣酒店，就可以直接享用到台中沁园春的美食。台南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城市，也是美食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很高兴能来这里跟长荣、长园来学习厨艺方面的交流。我想，对于北南的中餐来讲是深具意义的一课。那我也希望说，这样子的学习跟交流呢，能长久的、持续的流传下去。这次的美食交流不仅让2家餐厅的主厨互相切磋，激荡出更多跨菜系的创新火花，更是城市的交流给消费者的一大福音。对此，台南市民政局、观光旅游局以及餐旅教育协会等贵宾都到场见证，邀请您把握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来好好品尝。而且台糖长荣酒店也加码，只要单点任一道沁园春料理，还有机会抽中住宿券。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警察局在今年4月份成为南台湾第1间通过全国认证基金会认证的数位鉴识实验室。24号特别举办授证典礼，场面相当热烈。科技日新月异，数位证据已成为法庭攻防焦点。为提升警方科技侦查量能，台南市展现重视专业、品质及提升科技量能决心。自112年核定推动为期3年的数位鉴识实验室认证暨科侦人才培训计划，在中央提升科技侦查政策方针指导下，推动数位鉴识实验室，并建置多种科技侦查利器，让隐藏的犯罪无所遁形。这是我们主要2台 Autel 的无人机。那左边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是有6K 高清的影像。那我们同时有6K 高清影像以及右边的热显像的镜头。因为夜间我们可能高清在夜间也没办法看到什么画面，那我们就是透过热能的反射去看到达到这些可以看到有冷的部分这样子。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法拉第箱。那这个的用途在于说，当我们今天拿到了数位证物是没办法开飞航，没办法关 WiFi 阻绝网路的时候，可能犯嫌会透过远端达到重置证物的那个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证物放进法拉第箱内，就如同这个箱子所见。那只要关下来，就能够达到隔绝的讯号效果。台南市警局的数位鉴识实验室，透过全国认证基金会 ISO/IEC 17025认证，是南台湾首间通过认证的数位鉴识实验室。市府24日举办授证典礼，副秘书长殷世熙也出席见证。我们市长很重视这个数位鉴识的实验室，所以在112年呢，只是我们警察局来建构，就短短用1年就把实验室建构起来，然后再用1年呢取得了这 ISO/17025的认证，实在是不容易的。这是南部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证实验室啊。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实验室建构以后呢，对于一些我们所认证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公信力。那这也代表我们检察局的一个效率了哈。我们也期待我们用这样的效率呢，能够将我们台南的治安做得很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了哈。那有这样的科技的协助，因为现在科技犯罪太多了啦哈，所以我们检察局的同仁也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帮助了哈，让我们的压力减轻最低。那实验室所认证出来的也具有公信力，那这样呢，将来到了法院，这样的证据力也才足够了哈。我们很期待
这样的台南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也能够带动南部地区相关检政单位也可以建构这样的实验室。市府将持续以实际行动支持警察局提升科技侦查量能。今年度已再核定推动115年至117年精进警察科技侦查设备及人才培训计划，目标要将台南打造成为最宜居、最安全的城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